王氏家遍地一声来，李老郎想，哪种直播啊？当地人最晓得，八万假使开店当老板，会得搿不段讨饭，脱伐脱不了。哎，现在会得做播，口出的，哪种直播？我要好好叫替百姓做点事体。所以后来王氏一上身啊，500件事啦，撑到望青天，深受百姓爱戴。根据的啥？一，后国军是大理请个大本事老师要帮你。更主要你自家本人，半年饭讨下来，世态炎凉，神情消薄，你也口推。总不出毛病嘛，才会两动的，头长王法。你这个一点口臭着啦，所以声名大好。现在当外头饺子里受点实习嘛，老嘛20个家将。思琪啊，你呀，那我啊本来只好饺子有点根。我最还在。好，哪位人啊？咦，我刚么说了饺子内有点根是啥？那么实际上，我讲手指一头呢，那手我讲来根。先说个强的，你来要不然还追把呢？衣服够啊！我爱的要哟。哎，领导，饺子刚起来。这个轿子怎么刚起来呀？饺子没刚啊？抬起来。哎呀，我讲不然叫抬个，饺子叫刚个。是牵一个钉的，好，刚起来。哎，咱们都靠楼啊。哎呀，这个老爷，这个地方不能打炉。为啥？因为你不是在这里主官了。啥？哎，你到了湖南就能打炉了。哦，哎，打手机是卡地不能卡。对。不能靠笼嘛，本人家不晓得噶，非得干或者做过噻。那不要紧。这个闹忙的。咱们吆喝可以响一点。哦，黑得响的。对。那么脚板也好偷噶。这可以的。那么偷得响的。行，黑得响的。好，来。开了，太开心啊！收了饺子里。这个老爷，对不起，你稍微轻一点啦。那你这个样子，这个轿子放出来，你这个老爷倒出来。要比倒老爷啊！哎呀，那个不行啊！呀哈哩，相信人。做杯咔真儿分，这中家将是满开大，喜用黑出那英人。2万1人都花不开，他们2人纷不离身。老兄啊，对的。过来做啊！有来要来噻。我生气个。哦哟，哎呀，那家这个老爷个面孔红不色白不是呢，一太黑一太白。你看呀，这来要张面孔熟悉得不得了。哦，回去干或者往西哇。是，我口出是这样的哟。你哪搞的呀？哎呀，以前我老太太那现在做子过了还子叫。上就会得做过个咯。你哪做过的弄不清上噻？要身都弄不清上，我讲自家都弄不清上。那往西是得到家中非比下，真成来并不上千人。宋金女我不许一门举出实，我再不要秋风我与道神魂，真人我
客下铺一杯，红包抽上身，独特朴素高，这是水中针，可以吃万家不杀丁。我哈比上女这里个神女好，口令过来得飞身，阿可战家伙口里还出鬼神，种种人配个是大者。看杀的人来，记得人高日高一起是两心。我们口问狗狗是否仁义，他可不是离开起身，我杀不将他你惩罚，目前有恨不能变。半鱼干得好，只要一个神功100个清珠哦。匆匆去，大家家风雨披日神，说到高调，回家饺子来了地道门口，不吃不正然后当错，领导啊。这个就是俺家阿 Q 的地档。哦，到了。你到俺家磨。好。磨三门磨里出来。骂得出来。哎，开地档的老板啊，你叫阿头。哦。老鸭的小名叫阿尼。好好好。哎，到这个磨。好。磨得里出来。是。老鸭本颜色不离口。那好。大王八蛋，王八蛋。哼，什么东西？当然我们老一起还了得。是啊。快点出来！快滚出来！再不出来，操你的祖坟！来，你都不能这样磨噶。老爷怎么了？老爷打理同胞是一做知心弟兄啊，操你个祖坟谁操老爷的祖坟啊？哎呀，这个对不起。不能打扰爷娘，不能提起祖坟。啊，是。鸡蛋都真不磨。好。王八蛋，你出来不出来？还得出来！再不出来，咱们冲到里头来了。哎，再不出来，冲进来了。这两个三峰身上做生意，好得了生意也不够做。我都想过别个东西，阿福一口没不灵在，哈啦，奔到里向张望给，怎么样？这啥？不能的。好题啊！这样子好哪里子喂？哎，300个等地做人。我要做人嘞。杜亚，你刚中去唱过歌个台子，个对？就唱台子。为什么唱台子啊？我把杜亚代销受得不起的那。代销了，我的不得了，咱家总算还有几十个家将，一个来要来行当来着。行当啊哈！谁来唱台子啊？那个分唱好啊！我们俩这去看看呢。别想。西到外地去拜拜庙头，但是庙头不等俺家后门累脱子拉倒。好的。你那边想不想啊？都要出来的。嚷啊！他都捋过来嘛，捋到地当巨台边上正门个打，张出去看到底啥名堂？张到外头看人家这个饺子红色，饺子里的人看不清爽。啥人啊？领导是老爷。那喊开地档的老板问不出来啊？是啊。老爷的威胁就哈得里面滚出来。对了。别用样的。理不出来，老爷亲自出我到里向捉老爷吹地正反耍客气的。对。哎呀，你哇！好，刚才困在地上被告诉你，现在被告过来好个哇，干不的，晓得兄弟这里带动，嘎头这门开，人洗过来嘛，到饺子个打扎，个扎水架缸上扎了。
呸！那个没得呀，那个不孝啊，fel那个米坤啊，那被家过来喊啊，不了中国小都要杀落空浪头的，那个没得那个不孝，你的那狗屎的，毛跳了4人身上，那么往西南呢，嘿嘿，古钢桥走，这样6万里经过，难怪那跳，等到那跳不动，那么里开开。阿头啊，阿头，阿里啊，阿里，被嘎过，被嘎过，老爷梳毛包肉打沙浪后来，神王庙里神王老爷是那不下来的。好，那么20个家长肯跟阿家报噶，老子打来说，阿家兄弟过福州走至10多年的，忽然还说刚巧回来高湖帮里被嘎死人。哎呦！王先生，搿个上得不利索了，分个被假死人，哎，被假死人是实名八字，老爷四行查房啊，不知那不利说得出市场查房。周知国皇帝得从哪里？皇帝爸爸问，那还有清酒朋友抱出来做过，那么我个想来想去想着呢，阿哥到底弟兄啊？但是呢，已经失礼，不晓得现在阿改过不改过，所以神仙困了高湖旁里被假死人死死呢。不晓得呢，口臭把人弄那个拉两句耳光，人之抢得起，那个良心啊，喝得了放飞的呀！现在个张天皇帝爸爸晓得了，上方报道2拨请我来，啊，要我来最地正法，你呢？是，这个就是市民小妞抓牢你，谁杀了你空龙头？好，抓！哎呀，好了，啊，一下嘛不出声来，拼命往里向倒，不得了。后来等，到流浪嘛，气就高兴。跑到头去，哎呀，中娘了，分孩子。大义之人呐！哎呀，啥讲对你老姑现在总之顾着亲自2部上方报都要杀了俺家空浪的呀！哦，你刚才困了高湖帮里被假死人的死汉查房啊！对面是要靠着中国的眼光，谁民夺得了防护的呀？大娘娘，那我去啊，那稍的说理肯定啊，你大家套情啊，只要发啥的，谁比上的好商量啊！大娘娘想好了，说2、3起来，我带下头去看看再说。那么到这个下头眼睛冒这个下头来，大娘娘哪想得的？他一讲这么说理死特在，一些么讲高个分析，现在么一位政客，各种大名事体我还弄不清爽，这个嘛。身体说不定，关照下头寒山马氏轻易呀进来，下头彻底大门一口，我又舌头跑上头盖，眼睛打上一步，哎呀你呀
晓得了，你就是你呀，这。哎呀，各位家家是俺家杜嫂嫂比那认得个啊。是呀，杜嫂嫂下里在。啊。那么乖在听来的里向去房听他去。啊，晓得晓得，俺家马上就来啊。那么我去啥？啊。对，我的谁在了门前？人家。哎呀，怎么样？谁人多？为找你到那个市里小人捉牢里，不理倒他。倒他之嘛，现在请嫂嫂出来。嫂嫂出来不要掏人啊！本老爷要弄僵他的。这个上房报道非要拿出来了。回禀老爷，长房报道本来就没有。非要说臭帮你打上来不为。是老爷个落场是啊，是。哎，老子打来是老爷经常来神仙要靠近竹竿啊。老爷上这个白日的人不要叫你爸的。好。往事十三这里十三。啊，吃脚。好，老爷请啊。好。打车饺子，一口个窝的，哒，往前头追，追得快点吧。要想追得快嘛，哎呀，都怕露出来，突然一记巴呀，这么难，呀，包括扎了子，不多，跳进去。哦哟，大娘娘来有口气的，不多浪跳进来，还有三姑娘跳脚过，而这个面孔上凹不塞白不是，龌龊的嘞，像你那个中枪的，立起来嘛。哟，儿说，女生的字眼睛儿说。哎呀，杜嫂嫂，小说到了呀，后来少有人啊，不滚蛋啊，不宽蛋啊。哎，说轻柔。少轻柔，少轻柔。说不定会在屋里送狗说呀，门口来，那还做官，那还有上方不得两步给。儿说，恭喜儿说，后喜儿说，高兴了。哎呀，才靠那嫂嫂的福气呀！儿说，怎样会做官的呀？哎，那行做官嘛，人去的钱多找个老娘家，叫杀得人来救得人啊，把俺家出来做官。到哪里为官？到河南做当铺。那弄这个东铺出来，通铺，不上方不得，可是好说贴出那么今朝来做啥呢？是啊，一来是见杜嫂嫂请安啊，又不给的。后来嘛，俺家是执行公事来的。因为呢，谁是俺家的阿舅啊，势力不开呀。刚才我俺家两斤泥光啊。这个事体都在老爷的泥巴不能瞎靠一跑啊！现在闹到京地让皇帝晓得，所以命俺家来生死问罪呀！上方报道两波请我来，所以唔耍客气呀，要杀了你个空狼队呀！嫂嫂，你不要掏钱，嫂嫂，你不要掏钱啊！你不要掏钱。代理妈妈，我现在晓得做官么真该，谁都知道。上方不得么谁不结婚，好好的都阿狗娃子。有人说，像你家哥哥时日不好，可能看在女生的份上，杀他不死了吧？嫂嫂，我把当姑娘叫不要掏钱，你不要掏钱。实在以来为你喷老爷子。这是答应吧？倒是现在闹得皇帝爸爸晓得你不答应。不答应吧，那是长嫂，叫长嫂为母啊。那么嫂嫂实上，那想一个圆通的办法不啥可以的。本老爷有三个条件，这个市里小人只要答应了，就马马虎虎拉倒；不答应又要杀的。如何说代价不凡？第一条，当俺家老爷两斤泥瓜，是啊，大名法律上有个。386条有个叫医学部长那么什么法律3千两银子叫老爷送起呀万一咬俺家一口咬俺家去老爷血出他不少老爷的血几乎名贵的了牛气头都叫伤他了那也真呀还要发3千两银子啊也是3千妈的人生了义务了把莫人让老爷补啊可是需要补出来的第二条第2条开支抵当家当300万为富不仁退不应该还里5千两银子把那手堂里充作手据谁叫不漏地方上有啥个真话嘛追击百姓做黑
事啊！对，第三条，第三条，老爷上任到湖南去个白费统统的付。你往是开抵挡，老爷身上下一年时间，米家单说是一个16箱子衣裳来抓，抓得这个呢？这个3个条件答应，不答应，别怪老爷，神就要杀他。汉说，女婿不能做主，待我带刘头与你家哥哥商量。好的，那么嫂嫂不要勉强啊，不要勉强，那个等来，那么大娘娘眼睛会在流浪向，想好好在这好好的，男人是不还惊叫，我就这样势力来淋死了。啊，大姨！哎呀，大娘娘！不哎呀，那哈姨的！你家兄弟说是走了过了，这个不假的呀，是走之过的呀。三方出一两吧。那个亲眼看见个下巴上亮啊，出来为了自家好自家了。那个手头什么来自家看见了？根本来讨情啊！你方才打他2记，你往哪里看？顶贵要弄来杀头。根本来讨情啊！杀了子东娘娘来做工伤啊！那么没办法，我太情之外，那么我太情没看了我面上答应不杀。不过什么不杀？第3个条件个。3个条件？哎呀。大娘娘只要不杀，表示3个条件、30条件、300个条件，好双量啊！是呀。第1条啥么子？第1点，开了2记耳光，开着来要耳光发得2个。是呀。把那3天的银子收了一个气坑。大娘娘准啊！准不？不要瞎说。哪来？发3千两银子啊！靠老爷的耳光和尚1800两一记啊！比例付啊！又想不了，西夸了还在3天了银子2记耳光，为什比你付不了来单身？为啥？那眼里看呀，来要出血债。出血债。老爷的血是太对不起噶。谁是啊？得明知啊！平时不了更熬一口呀。把那3天了。还要3天了。毛定人生不。哎呀，比你个。第2条。你上任个白费再来跑头。上任个白费。那么手上里要叫你做好事。手上里做好事。拿个5千两银子出来。应该噶，手堂里摆了海，将来水饺部落是玉米子，这个是兄弟招工啊个阿狗啊。为来？为啥不啦？将来拿个16箱子衣裳出来，把兄弟抓的。哎呀，那个开抵挡啊，小来的衣裳买多，扒了那副家要卖脱来脱坏脱个，兄弟肯抓啊个阿狗的衣裳是看得清啊个阿狗，要是16箱子30年上应该噶。为啥答应？董娘娘，你也答应了？我们哪还答应呢？我答应只是内府答应嘛，哪来的上来跟你讲一声。哎呀，大娘娘不是俺家马友呢，那个人太笨噻，用不到你问俺家的。这个3个条件你老子好答应的呀，你不要上来问我。那么俺家兄弟一个澳门通，你到出行不肯噻，这种比例好像他不咋个呀。是一个种水的，80年以来你到他都了比例后，那么呢，王氏最莫让人。一到湖南，官升大厦冲到王天体，王氏一到湖南，那么神勇老将军也赶到湖南，那么要大闹得一场来解决发展，何为这事？